老闆，歡迎你嚟到我哋青山公路1600尺複式4房單位，再加個大平台俾你，心唔心動？即刻跟我去睇睇，走。走。380尺，等於市區一個1房或2房單位嘅一個面積。我哋將整個1房或2房就擺咗喺我哋客飯廳嗰度，相當之誇張啊！喺我哋客飯廳嘅空間咧，我哋亦都會見到個好大嘅採光面。我哋呢個採光面咧嘅趟門可以推進去啊，將我哋出邊個花園整個感覺拉入室內。喺我哋呢邊咧做咗個大客飯廳啦，貴妃椅100寸電視基本啦，再過嚟望翻我哋飯廳部分咧，10人飯台完全冇問題啊！幹什麼幹什麼？又俾你發現咗添。嗱，呢一度咧就會係我哋女士嘅大天地啦，110平方尺嘅空間，相當之宏偉啊！廚房品牌方面咧，採用最中高級嘅西門子嘅微波爐啦、雪櫃啦、抽油煙機啦、3爐頭啦、微波焗爐啦，一應俱全啦！而且整體個儲物量空間非常之充足啊！我哋喺度洗住碗，亦都可以望住我哋自己嘅400幾尺嘅花園，望住小朋友喺度玩咧，成件事相當幸福啊！1600尺一個工人相信一定唔夠噶啦，大家可以望我哋工人房，史上最大啊！做咗個大 L 型設計嘅，呢邊瞓一個姐姐，呢邊又瞓一個姐姐，而且呢邊呢個空間咧，如果我哋可以做高架嘅情況咧，亦都可以瞓到個姐姐嘅，相當誇張。嗰兩個就比較有人性化少少，洗衣機就擺咗呢度，做咗洗衣房嘅。咁而且姐姐亦都有獨立嘅洗手間啦，大家私隱度爆燈啊！除咗我哋一個大花園之外咧，我哋喺呢個 corner 位咧，仲有一個平台位置嘅。呢個位置咧就比較適合做翻個組合屋喺度，擺一啲雜物啊，或者收埋當個姐姐喺度都得。又俾你放心啦，我驚唔係偷嘢啦。呢個嘢咁特別，我覺得好過癮啫嘛。嗱，睇咗咁靚嘅客飯廳之後咧，當然去寢區望望啦。上寢區之前咧，我哋會見到個下廁部分嘅，非常之靚。個色調咧完全係我至愛嘅灰白色，哇，成個主人房咁啊！走。1600尺做到4房嘅空間，當然啦，我哋冇平時嗰啲別墅咁好嘥位、好浪費啲，又要整個家庭廳出嚟咁樣，全部4房做得凹陷，非常實用啊！入到嚟客廁部分咧，幾乾嘅，乾濕分離，整體空間活動咧非常之良好啊！灰色嘅設計非常之有格調啊！再過嚟寢區望望先，先睇一間細套房。我哋整體細套房空間咧，其實都幾誇張噶。由我呢邊呢個部分直至去到邊牆身咧，有成10尺嘅，10尺嘅話咧，我哋擠7尺床都冇問題啊！咩話要預留衣櫃空間唔使喎，我哋呢邊呢個位置咧，已經有2個凹位可以做2個細衣櫃喺度啦，所以相信呢個雙人房嚟講應該夠用嘅。入到嚟套前望望，我哋全部有明窗嘅，做翻我哋露台嗰大對流咧，通風非常之舒服啦。而且我哋做咗浴缸設計啦，幾時翻嚟都係照下舒服啊。雙鏡櫃儲物量空間非常充足，出嚟露台望望埋先。我哋呢個平台咧，廳房同向啦，都係望翻自己內園自己嘅花園，亦都喺度玩啦。再加埋咧望翻個無盡嘅天空景咧，都幾舒服噶。睇2間細房先。嗱，細房究竟咩叫細房？我而家都好模糊啊。我哋呢個細房呢個闊度咧有成13尺㗎，所以6尺床啦、7尺衣櫃啦、書台啊，我諗鋼琴都擠到喺度啊，完全冇問題啊，非常之誇張啊！呢度啲細房。跟住老闆，我哋睇埋另外2間房間先。嗱，呢一間細房咧，同啱我哋睇嗰間大致上都係差唔多。